喂喂喂，中秋節做到太陽都落晒山先有得收工啊！做咗飲食10幾年，都習慣咗過時過節就係冇我份啦。正所謂 Happy Wife Happy Life， 為保平安度過每一天，點都要同老婆出去慶祝下節日嘅，所以決定食豪啲去 TRX 食下撈生啊！係啊，日式撈魚生啊！竟然仲要喺間拉麵鋪度食添啊！冠兵衛喺吉隆坡必食嘅拉麵鋪之一啊！我就特別中意坐喺佢吧台位置，一路食住麵一路睇住佢煮，特別有 feel， 特別日本，特別開心啊！呢碟油金魚刺身撈生31蚊，係咪好抵呢？食法好簡單，裏邊所有配料你中意夾埋落去夾住魚生食又得，撈埋一齊當撈生食又得。佢裏邊有一種自己秘製嘅麻香醬油已經喺度噶啦，唔使再加其他豉油。呢個油金魚撈生可能真係比佢嘅拉麵更加signature，更加突出添啊！好，講翻拉麵，基本上佢有8種湯底嘅，原味豬骨湯底、辣味豬骨湯底、黑蒜豬骨湯底、堅魚豬骨湯底、蝦味豬骨湯底、柚子味豬骨湯底、芝麻味豬骨湯底，同埋季節限定經常都冇嘅湯底。今餐我點咗蝦味豬骨湯底，老闆娘就點咗堅魚豬骨湯底。冠兵衛拉麵點解好食？主要係佢湯底夠晒濃厚，水準非常穩定。第二重要就係佢有4款無限添加嘅日本醃漬菜，滿滿嘅日本風味。所以過時過節唔一定要食中菜嘅，最緊要屋企個老闆娘食得開心，咁就平安大吉啦！我係泰迪，記得讚好、訂閱、follow 我哋老闆食堂。